们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教会，一起来亲近神。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行奇事的神，阿们，阿们。我们来我们来唱歌。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使我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命令狂风止息，那波浪就平静。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张开双手，我们就得饱足。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他必带领选民，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我们举手来敬拜他。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他必带领我们欢呼向前。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依靠神，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一起拍手，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的晚上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用真理的话，让我们用祷告的灵来经历你。求你安静我们的心，领受今天美好的福分，用祷告来经历神。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好，请跟旁边弟兄姐妹说：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好，那个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是在历代志下，好，已经来到第31天。好，那我们在历代志呢，历代志下总共有40天的共读啊。好，那我们即将要进入到最后的几章哦。那我们昨天讲到了历代志当中的亚哈斯王，好，那他是大卫算下来第13代。好，那在亚哈斯呢的前面13代当中，没有一个王像亚哈斯这么样子的邪恶啊。好，因为呢他拜神，把自己的孩子好来婴孩好，就来连自己的孩子都来献给在那迦南地的这些的偶像啊。所以呢被上帝重重的击打，以至于呢他的国家、他的人民、他的百姓呢被掳被杀甚至呢一度呢都被带到撒玛利亚去。但是我们看到在撒玛利亚呢有4个
好心的撒玛利亚人，好，那也而且呢，并且还让这一些百姓南国犹大呢，能够回到他们的百姓当中，好，所以上帝祝福他们，并且让这段事情呢记载在这当中。亚哈斯呢，好，在危难当中急难的时候呢，越发得罪耶和华，就是呢他请鬼拿药单病急乱投医，所以呢他找了更邪恶败坏的亚述，好，亚述呢来攻打亚兰，好，来攻打北国以色列。甚至呢，好，连他自己的国家，好，都在不久之后呢，就遭遇了这些的灾难哦。好，所以呢，我们虽然不知道亚哈斯后来怎么样结束他的生命，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儿子呢，好，就是西西家王，好，遭遇的呢是非常艰难的时刻。西西家王，好，那这个王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好，请我们大家说一次，耶和华是我的力量。那他呢很有名的就是西西家王的祷告，好，曾经有一卷书说，一个祷告的人胜过一个不祷告的国家啊，好，那这个真的是用来形容西西家，好，即便呢整个国家败坏，但是这个王定义要寻求神，好，所以呢他是大卫的第14代，好，就是7代又7代，2个7，而且是亚当的第47代。而西西家王的篇幅呢，总共有4章，在历代志下，和约沙法王一样多。好，最多的是谁？好，大卫，总共用19章，好，在记载大卫的事迹。所罗门用了9章，好，那约沙法4章，西西家王4章。好，所以呢，都是在历代志下当中的王当中呢，算是排名第3哦。那西西家呢，他很重要，就是他一当王之后呢，他就来修殿，而且守节，好，守节期。好，那今天不会看到，明天会看到他来带领百姓国家来守逾越节啊，而且圣经说很久没有守逾越节，好，甚至还带来国家的复兴。那他也在明天会看到他来清除了南国的偶像，好，各种的偶像。算是列王当中，好，能够说到做到，好，彻底来除掉偶像。甚至呢，在以赛亚书38章、39章，好，很详细来记载，在西西家当王的时候，亚述大军怎么样一路杀，好，杀到了耶路撒冷的城墙，而且把耶路撒冷围困，好，然后让他们里面几乎快要断粮。就在他最危急的时候呢，好，但是上帝从他们从上帝的手中，好，从上帝得救，好，让他们脱离西拿基利，好，亚述大军的手，好，甚至呢，在这事情之后，然后西西家王生病，而且快要死，以赛亚来告诉西西家他的死期已到，西西家呢就向神祷告，好，结果以赛亚还没有走出圣殿呢，还没有走出王宫，好，这个上帝就听了西西家的祷告，增加他15年的寿命。但是在以赛亚书39章，好，也讲到这一段时间呢，好，西西家多活这15年，好，第一个他生了他的儿子马拿西，第二个呢，他开放他的国库给巴比伦的使者来参观哦，好，所以呢这件事情让这个南国犹大就被巴比伦盯上啊，好，前面是个亚述，亚述后面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巴比伦，好，所以呢这是在旧约圣经当中好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但是在历代志，我们不会看到巴比伦事件。好，那这个事件呢，因为历代志是给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好，所以希望他们能够对他们的王好能够来学习。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段29章，好，是讲到西西家复兴以色列的信仰，如何蒙上帝的赐福，29、30、31、32，好，总共有4章。而今天29章讲到西西家作王，总共29年，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并且他也要求祭司、利未人洁净圣殿，以及西西家重新恢复圣殿的敬拜。最后他鼓励会众献祭奉献，而会众也都遵命进行了。好，所以这是今天一段很美的经文，好，很蒙祝福的经文。好，那么就请这个立珠长老好带我们来读29章，好，先从第1节和第2节来读。西西家25岁的时候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统治了29年。他母亲亚比雅是撒迦利亚的女儿。西西家效法先祖大卫王的榜样，做了上主认为对的事。
那西西家做王的时候25岁，好，但是前面应该是有一段时间和他的父亲亚哈斯一起做王。好，那他的父亲亚哈斯虽然不知道怎么样来结束生命，但是呢，好，他的母亲好亚比亚，亚比亚这个名字我们也很熟悉，好，跟大卫他的罗波安的儿子就叫做亚比亚，好，亚比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父亲。所以他的母亲呢是一个男生的名字，好，但是呢是撒迦利亚的女儿。撒迦利亚，好，在圣经当中有很多个撒迦利亚，好，但是大部分出现的撒迦利亚都是利未人当中的祭司哦，好，所以呢他的母亲好应该也是一个很有信仰的母亲。所以即便他的父亲亚哈斯好非常的败坏，好拿自己的婴儿去烧，但是呢西西家没有被烧死，好，而是透过他的母亲亚比亚把西西家的生命保存下来，而且呢，这里讲到效法谁呢？好，先祖大卫，好，他是大卫的第几代？14代，好，所以他一下呢追溯他的前14代，好所做的榜样，好，前面我们会看到很多是效法他父亲的榜样。但是西西家呢，好是直接找到源头大卫，好，所以呢，他几乎很多地方好都很成功的效法大卫。我们来看他做了什么事情呢？接下来我们再请丽珠带我们来读3到7节。西西家作王那年的第1月，他重新把圣殿的门开了，并进行修建工作。他召集祭司和利未人到圣殿的东院，在那里对他们说：你们利未人应该洁净自己，也要洁净上主你们祖先上帝的圣殿，把一切污秽的东西除去。我们的祖先对上主我们的上帝不忠，做了他眼中看为邪恶的事，离弃他，不顾他所居住的地方。他们把圣殿的门关起来，让灯熄灭，不烧香，也不在以色列上帝的圣殿献烧化祭。好，谢谢。好，所以这里讲到西西家25岁一做王，他呢第一个先重开圣殿的门，这个门谁关的呢？好，就是他的爸爸亚哈斯哦。亚哈斯找亚述来的时候呢，对不起，找亚述来的时候呢，亚述一路好就是来这边勒索，好，所以以至于呢圣殿里面很多器皿都被打碎啊。好，那甚至他也封锁了耶和华殿的门，但是呢他。西西家王当王的第1年，好，而且是元月正日啊，好，元月正日，好，所以呢，就是他就在这个犹太人的1年当中一开始呢，他重开圣殿的门，重新修整，而且他找了2种人。就是第4节，祭司和利未人，好，所以西西家效法大卫，他看重祭司，他看重利未人，而且把这些祭司、利未人跟他是不同支派哦，他是犹大支派，但是他找利未人来跟他们认罪。说我们的祖先第6节，好，就是讲到他的父亲，好，讲到他父亲所做这些败坏的事情，好，甚至的把圣殿的门关了，让圣殿的灯都熄了，好，因为这个灯呢，在摩西的规定里面是不能熄的，好，居然连上帝的这个圣殿的灯都熄，也不烧香，就是不祷告，好，所以这个就是消灭了圣灵各样的感动啊，好，让这敬拜都停工。这些祭司利未人呢，好，也就开始没事可做了，好，表示他们都荒废。可是呢，西西家把他们找来。接下来我们再看8到11节。因此，上主向犹大和耶路撒冷发怒，他的行动使人惊吓、害怕、嗤笑。这一切你们都很清楚。我们的父辈死在战场，我们的妻子儿女被俘虏。现在我决定跟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立约，使他不再向我们发怒。好，到11节。我的孩子们啊，不可拖延，你们是上主选召来向他烧香、领导人民敬拜他的人。所以西西家在祭司利未人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好，讲到他的上一代父亲好所做这些败坏带来这些的悲哀，好，被掳被杀。第10节，西西家讲出他的心志，就是他决定跟上主立约。好，所以我们看到在之前呢，好就是大卫他跟上主立约，亚撒跟上主立约，约沙法跟上主立约。在这些圣经当中，愿意跟上帝立约的王呢，好，他们都得到上帝的帮助。所以呢，他立约好，就是要来遵守上帝的话。所以他11节回来对这些利未人祭司说：“我的孩子们，好，就是子民呐，好，这些子民呐。”
你们是被上主选召，好，选召就是分别出来向上主服侍的人，而且呢，他们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要领导人民来敬拜上主。所以这些利未人在和祭司对希西家来讲，好，他知道他们很重要。好，我们接着看他怎么做呢？12到14节。在那里的利未人有歌辖宗族亚玛赛的儿子马哈和亚撒利亚的儿子约尔，米拉利宗族亚伯底的儿子基士和耶和利勒的儿子亚撒利亚，格顺宗族辛玛的儿子约雅和约雅的儿子伊甸，以利撒反宗族申利和耶利，亚萨宗族撒加利亚和马探雅，西曼宗族耶歇和示美，耶杜顿宗族示玛雅和乌薛。好，那在这里总共列出了7个宗族哦。好，那7个宗族里面，前面3个呢，好，讲到都是雅各的3儿子利未，好，12个儿子当中老3利未，而利未有3个儿子，就是格顺、歌辖、米拉利，好，所以这3个是代表好这个雅各那个年代。而亚萨、西曼、耶杜顿是在大卫王那个年代，好，所以这当中已经差了好几百年。而中间有一个以利撒反，好，那为什么把这个名字放在这里？好，那不晓得，但是有人认为这样7个宗族排起来，好，可能比较代表完全数，好，比较好看。但是呢，这7个宗族呢，代表就是所有的利未人。他们全部呢都来跟希西家王一起立约，好，一起决定好要被分别为圣来服侍上帝，好，所以希西家当王的第1年所做的事情就是先找到这一群人，这群人找到之后要给他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再继续看15节到17节。这些人召集他们的利未族弟兄，都照礼仪洁净了自己，然后遵照王的命令，根据上主的法律开始洁净圣殿。祭司进去洁净圣殿，他们把所有不洁净的东西都搬到圣殿的院子里，利未人再把他们搬出城外，丢在吉伦西。这项工作在第1月的第1天开始，到第8天就全部完工，连圣殿的前堂也清除干净。然后他们又工作了8天，到那月的第16日，把圣殿预备妥当，好敬拜上帝。好，这7个宗族的利未人呢，好，只用了16天哦，2个礼拜，好多一点的时间，就把整个圣殿，好，原来乱七八糟，灯也熄了，然后这个献祭香坛也没有了，好，然后这些甚至一些过去被掳被封锁的门，好，重新打开，重新整理，大扫除，好，所以这些利未人要做工以前呢，他们要先将自己分别为圣，好，是带着敬畏的心来做圣殿的整理工作，而他们开始按照上主的法律，就是摩西的话，好，恢复各样圣殿的东西。而里面也讲到圣殿里面很多不洁的东西，好，可能就是他的父亲好所留下来的，好，把东西都偶像啊这些沾染污秽的东西都在圣殿也都搬到吉伦西去丢啊。好，这件事情呢，在亚萨王好历代志下15章，好，亚萨王也曾经做过洁净圣殿，而且也是丢在同样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城墙外的吉伦西。而这从1月1号第1个月的第1天，好，做到第8天，好，就是过了一个安息日的第2天，就全部完工。但是呢，后面的8天呢，就是连圣殿的前堂好也清除干净，所以又做了8天。然后呢，到那个月的第16天，所有圣殿都预备妥当，好敬拜上帝。好，但是这一章我们不会看到，到下一章我们会发现，这个1月的第16天过了一个很重要的节期，好，就是在1月的第14号，好的这个逾越节。好，这逾越节呢，是由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是他们的重要的日子。可是他们没有在逾越节那一天，好如期的把圣殿完工来守节，好，所以我们在明天会继续看到他们如何过期的逾越节，好如何来恢复，好来完成，好，这是明天会看到，好，但是总之呢，因为他们忙着要把圣殿洁净，才能够敬拜上帝，好，所以呢，虽然时间很短，只有16天，但是也已经超过了逾越节的时间。接下来我们再看18和19这2节。
利未人报告西西家王说：“我们已经把整个圣殿照礼仪洁净完毕，包括献烧化祭的祭坛、放供饼的桌子和所有附带的器具都洁净了。我们也把亚哈斯王当年对上帝背信时所移走的器具都搬回来。我们已经把它们重新奉献，现在都放在上主的祭坛前。”好，读到这里，有没有发现西西家他都运用什么人呢？好，就是利未人。好，西西家他很聪明。好，我们看到他效法大卫，大卫就是非常懂得利用利未人。好，这一批上主的子民。好，那利未人呢，在民数记的时候呢，他们出埃及的第一年，好，才刚出埃及的第一年，上帝就把这些利未人呼召分别为圣，好，要来全时间来服侍上帝。所以在上帝的当中，他们已经是取代了所有的长子啊。好，所以大卫知道这件事情，西西家呢也知道这件事情。好，所以他知道这些利未人如果没有被重新恢复起来，好，这个国家百姓的信仰不会恢复起来。好，所以到这里呢，西西家王，好，他已经透过2个多礼拜的时间，半个月的时间，就把圣殿都恢复好，而且呢，都照礼仪洁净完毕，甚至这些器具，好，就讲到他的爸爸，好，亚哈斯所做这些败坏事情呢，移走的器具呢，也都搬回来，并且重新奉献。所以这些利未人，他们虽然暂时失业了几年的时间，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忘记上主的律法，好，他们一直知道该怎么样好来做正确的奉献，好，正确的敬拜，好，所以呢，很快的西西家重用这一群的利未人祭司，让圣殿呢就恢复了它的功能，而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个圣殿重新奉献给神。好，接下来我们再读20节到24节。第二天一早，西西家王召集城里的领袖们一起到圣殿去，为要赎王室的罪、犹大人民的罪，以及洁净圣殿。他们带来了7头公牛、7只公绵羊、7只小公羊、7只公山羊。王吩咐亚伦后代的祭司把这些动物当生祭献在祭坛上。祭司们先宰公牛，再杀绵羊，然后宰小羊，把每一祭牲的血洒在祭坛上，最后把山羊牵到王和其他敬拜的人面前，他们就按手在山羊头上。于是祭司宰了山羊，把血倒在祭坛上，当作生祭，除去所有人民的罪，因为王命令要为全体以色列人民献烧化祭和赎罪祭。好，那所以20节说第二天一早，好，就是第17天啊，16天结束之后，好，西西家就急着赶着，好，其实不晓得有没有很急，但是效率非常高，速度非常快。好，他只有16天，第17天就要到圣殿，而且他要先去圣殿呢，不是要去敬拜，他是要先去赎罪，赎谁的罪呢？王室的罪、犹大人民的罪，还有这个圣殿已经成为不洁净，要再次洁净，重新奉献给上帝。就好像我们在读历代志下第7章的时候，第6章到第7章，所罗门他奉献圣殿那时候的情景啊。虽然奉献的牛羊、好公羊、公山羊、公绵和小公羊啊，就是羊羔，没有像所罗门那么样子的豪华。但是呢，他们就是一直在效法大卫那个时候好对上帝的心意，而且呢，也讲到为了国家、为了圣殿好来做赎罪祭好，所以西西家很清楚好，虽然他很年轻，才25岁，刚刚当王的第1天的第1个月，可是呢，他很清楚知道他们的国家的灾难困难，还有他们国家为什么遭遇这样的事情，好，都知道问题在哪里。这一切要感谢谁呢？好，讲到他的妈妈叫亚比亚，就是耶和华是父亲，好，是撒迦利亚的女儿，好，应该是祭司的女儿，好，所以应该是属于利未支派。好，所以因为有这个妈妈的教导，让西西家王他很清楚知道重点在哪里。好，所以呢，他就把这些事情好很快速的就完成，而且当天也就带领了全百姓做了烧化祭、赎罪祭。好，再来读25到27节。
西西家遵照上主借先知迦得和拿单给大卫王的指示，派利未人在圣殿里就位，拿着竖琴、七弦琴和劳拔。利未人拿着大卫时代所用的乐器，祭司们也拿着号筒站在那里。西西家下令在坛上献烧化祭，献祭一开始，人民就颂赞上主，琴师乐手也开始吹号和弹奏其他乐器。我们知道约沙法王，他也很看重这些祭司拿号、利未人唱歌，但是最看重的是谁呢？就是大卫，因为整个大卫透过利未人，让圣殿会幕的功能增加了音乐，而所罗门呢增加了祷告，所以大卫王、所罗门王，让圣殿不再是只有单调的祭司、利未人，这样子的routine的工作，而是大卫加入了敬拜，而所罗门加入了祷告，而西西家效法他的祖先大卫，当然他就要学得有样有模有样，所以他也让这里有讲到大卫怎么做到的，利未人要用音乐服侍，是先知迦得还有先知拿单，是上主透过这两个先知给大卫的指示。所以大卫怎么知道要来重用利未人？其实也是上帝告诉大卫。所以大卫呢，他就效仿西西家，效仿大卫，用乐器，用各样的响声、音乐、唱歌。祭司也要拿着号筒，就是像约沙法王一样，站在那边，然后来做礼拜献祭。所以我们在读历代志上的时候，看到大卫这么多的2万多个利未人，他们要怎么样安排诗班？这一切呢，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他们的训练有素，也让他们后代继续能够恢复，他们是被分别为圣。而当27节西西家王下令开始献祭的时候呢，献祭一开始，人民就颂赞上主。所以我们看到好像恢复到了所罗门的时代，好像恢复到了大卫王的时代，而各样的琴师乐手都开始吹号弹奏乐器。再来读28到30节。所有的会众都参加敬拜，歌手唱诗，号手吹号，一直到祭牲烧完为止。于是西西家王和全体人民跪下敬拜上帝。王和领袖们吩咐利未人颂赞上主，唱大卫王和亚萨先见所作的赞美诗。民众都欢欢喜喜地唱诗，并且跪下敬拜上帝。西西家只有25岁，但是他呢，有读了很好的圣经，他也可能读了很多的诗篇，他也看了大卫的诗篇、亚萨的诗篇、诗篇126篇，所以呢，他都知道怎么样来恢复这些诗歌敬拜，应该都是跟他的阿公、外公，他妈妈这一边的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他也带领百姓，而且呢，在音乐敬拜当中，他是匍匐，现代中文译本翻成跪下，就是在上帝面前屈膝敬拜，颂赞上主，而且把14代，就是他的14代前的祖先大卫的诗篇都拿出来吟唱。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礼拜的最高峰，因为连人民众都欢欢喜喜的唱诗敬拜，感觉是最敬拜的最高峰。但是如果你是西西家王，到了这一刻的时候，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如果你看到哇，好不容易圣殿都清理干净了，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了，这些垃圾都丢掉了，然后呢，人都回来了，而且也开始弹琴了、打鼓了、吹号了，而且百姓都来敬拜，也献祭了，祭司都开始做了。那下一步是什么呢？好，我们来看看西西家王他的下一步。31到33。西西家对民众说：“现在你们都洁净了，把祭牲带来做感谢祭献给上主吧。”他们就听从王的话，其中有些人自愿带来牲畜，宰了做烧化祭。他们带来70头公牛、100只公绵羊、200只小公羊做烧化祭献给上主。他们也带来600头公牛和3000只绵羊，当作给民众吃的生祭。好，所以敬拜好的最高峰，好是奉献，好是人民的回应。所以西西家告诉百姓说：“你们都已经洁净，圣殿洁净了，
服事洁净了，人民洁净了，国家洁净了。而我们洁净之后，就是要回应上帝的恩典，好，就是要来奉献礼物。所以大家就听从自愿，好，不是被勉强的，是甘心乐意的奉献。好，然后呢，把这些的奉献通通带来。好，当中好这些给利未人的、给祭司的，也有给民众。好，应该第一个是分给祭司，再来是分给利未人。好，但是呢，他们礼物多到可以给民众。好，所以表示大家的奉献非常的踊跃。但是呢，还有出现一件事情，好，来读34节由于到36，牲畜太多，宰的祭司不够，他们同族利未人就帮助他们，一直到工作完毕。那时有更多的祭司洁净了自己。原来利未人比祭司更切实遵守洁净的规定，除了献全牲的烧化祭以外，祭司们也负责把人民所吃平安祭的脂肪烧掉，把那跟烧化祭一起献上的奠祭的酒倒出来，这样在圣殿里的敬拜又恢复了。西西家王和人民都很快乐，因为上帝帮助他们很快地做完这些事。好，所以讲到说祭司人手不足，好，祭司要负责宰杀祭物，但是奉献礼物太多了，谁来帮忙呢？好，就是利未人和他们同族的利未人。一直做好帮忙宰杀祭物，到所有的祭物通通处理完。所以呢，这里有一句话说，红色的我们一起来读：那时有更多的祭司洁净了自己。原来利未人比祭司更切实遵守洁净的规定。好，所以从这句话里面看到说，原来有一些祭司是在打混摸鱼的。好，可能是在打混摸鱼。好，他们没有太久没有当祭司。但是看到这一群忠心的利未人比祭司更切实遵守洁净的规定，让更多的祭司愿意洁净自己，好，起来承接他应该承接的工作。好，但是呢，这是一个插曲。好，最后的36节，王百姓好都很快乐，因为上面黄色说圣殿的敬拜终于又恢复了。好，他的父亲亚哈斯做王好的这段期间，好有16年。好，那这几年当中呢，好从约坦之后，好约坦开始呢，他就不进入圣殿，加上他的儿子亚哈斯，好更是拜得迷迷冒冒。所以30几年当中，还有乌西雅的最后几年，好最后12年，好他也好因为沾染这个长了大麻风，没有办法进去圣殿。所以这么长的时间，圣殿荒废在那边。但是西西家用多久的时间？刚才我们读到现在，16天，然后第17天就做礼拜，好，然后那一天的礼拜，好，礼拜不晓得多久，但是礼拜最后就邀请大家奉献，好，不到1个月的时间，一个25岁好的西西家，好，他却知道怎么样子来恢复国家的荣耀和敬拜。所以从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是一段记载的很详细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一个国家要复兴以前，要先怎样恢复对上帝的敬拜。好，一个国家好，如果拜错了神，跟压错了牌，好，然后选错了号码，可能呢这个国家就会跟着沉沦。但是西西家很有远见，好，因着他的妈妈叫做耶和华是父亲，因着他的外公叫做撒加利亚，就是耶和华纪念，上帝纪念，所以呢，他知道怎么样很快的找出问题，而且对症下药。好，在短短的几个礼拜当中，他就让国家人民跟上帝的关系突然就好起来了。但是他的前面的亚哈斯王却没有跟上帝的关系非常的糟糕，以至于呢12万人一天被杀，20万人被掳去北国。好，但是西西家却汲取教训。而第二个我们也看到，当西西家恢复敬拜以前，他要先恢复谁呢？分别为圣的利未人。好，所以西西家知道，利未人如果没有被复兴起来，那这个圣殿好的工作是没有人可以来承接的。所以他对症下药，好，锁定利未人和祭司，要他跟他们告诉他们要立约，好，告诉他们我的孩子们啊，好，你们是被呼召、被分别出来的，要来服侍，而且还要领导百姓。
他们要成为信徒的榜样。所以这群利未人在希西家的眼中口中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他们要他们洁净自己。而利未人被呼召出来之后，只花了16天就把希西家王给他们的任务全部都做完。所以我们不晓得这批利未人到底是几千人几万人，不晓得，或是只有几百人，但是他们的动作让这个圣殿的恢复，也以至于后来我们继续会看下去这4章希西家的国家如何再次强盛起来。而最后敬拜的最高峰不是看那些祭司宰杀羔羊、宰杀羊啊、宰杀牛啊，敬拜的最高峰是人民的什么？奉献。所以这是在从摩西搭会幕的时候，所罗门王献圣殿的时候，以及耶和耶大，还记得约阿施的姑丈耶和耶大，他也恢复圣殿的时候，那时候又一批的奉献。而这是第4次看到对于圣殿会幕当中的奉献，就是在这个希西家王的时代，人民的奉献。所以亲爱的弟兄和姐妹，透过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学习为3件事情来祷告。第一个就是为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敬拜祷告，让我们每一次的敬拜是分别为圣的敬拜，是先愿意认罪除去污秽，愿意把各样的恶行都摒除，丢到汲沦溪，拿去烧毁，拿去丢弃，让我们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而让我们的敬拜能够成为国家的复兴，成为国家的祝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让我们的国家在恢复敬拜当中，需要教会的敬拜能够先恢复，让我们能够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你，如同利未人，他们愿意分别为圣，愿意顺从上主的呼召和带领。主啊，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神圣洁国度的子民，为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主啊，求你再一次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如何成为今日的利未人，我们要如何成为这个时代当中的祭司，我们要如何成为在迦南教会当中分别为圣的一群。不论我们所做的工作为何，不论我们所被分派的工作为何，我们都有一个心志，就是要与神立约，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讨你的喜悦。所以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第二个，我们要为分别为圣的同工来祷告。教会当中需要有一群被呼召分别为圣的同工，而上帝并不是看重千千万万，上帝所看重是一个单纯愿意回应的心。每一个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每一个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每一个都能够成为教会的祝福。让我们为自己，也为教会的同工被呼召成为长老、执事、区长、小组长，或是被呼召成为全职同工、兼职同工的每一位，不论在各样的岗位上面，为他们来祷告，都能够成为教会的祝福。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因为你要呼召我们，不是要离开这个世界，而是要进入这世界。你呼召我们，是要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分别为圣，像利未人一样来归向你。因为我们要成为那属灵的长子，要来承接上帝的祝福。那属灵的产业是从亚当所开始，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要赐给人的祝福。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在这世代当中的心意，明白我们所要承接的使命。我们不论是被分派任何样的工作，是1000、2000或5000，不论是端一杯水给小子当中的一位来喝，不论是当我们拿起扫把、拖把或是捡垃圾，主啊，当你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让我愿意成为你顺服的器皿，能够分别为圣，为主所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最后，我们要为会众的奉献来祷告。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奉献是甘心乐意的奉献，每一个奉献在上帝面前，不是为了要来荣耀人，是要来荣耀神。教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全职同工，就取决于教会有没有能力，有多少的奉献。
当教会的奉献增加，我们就能够透过这样子的全职同工，如同把他们的时间分别出来，把他们的生命分别出来，能够成为教会的祝福。所以全职同工包括干事，包括牧师，包括在各个岗位上面愿意分别为圣的人，而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弟兄姐妹的奉献。我们求上帝继续祝福迦南教会，求上帝祝福每一个会众都能够与神相亲，与神相近，让我们是带着甘心乐意的奉献，每一次的奉献都是上帝的祝福，并且让上帝的祝福透过教会，透过同工，透过被分别为圣呼召出来的利未人，是能够福杯满溢，叫更多的人能够得到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天父上帝，主啊，因为你赐给迦南教会有许多的祝福和恩典，主啊，但是你知道我们要做出金钱的好管家，主啊，让我们知道如何把当纳的1/10来献给你，主啊，因为你说你要敞开天上的府库，倾福于我们。当我们乐意遵从守你的律例诫命典章的时候，你就要赐福给我们，甚至是无处可容，使我们能够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要使我们所得到的是上尖下流，是连摇带按，是要丰丰富富的加添给我们。主啊，因为耶和华所赐的福是必使人不加上忧虑的。你要使我们能够居首不居尾，主啊，使我们能够成为上帝在这世代当中被拣选的盐和光。主啊，每一个金钱都是从你而来，天地万物都是你所造的，金子是你的，银子也是你的。主啊，让我们再一次把你所赐给我们的来献给你，让我们如同在希西家王的年代当中，我们是一群愿意与神立约，是一群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也看见自己的恶行，愿意转离悔改一切的恶行，转离向主的百姓。当我们献祭给你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罪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救、得自由、得着新的生命。我们每一次的奉献都是甘心乐意的奉献，是真诚的奉献，是带着上帝的恩典祝福来奉献给你，用奉献来荣耀你。愿上帝再次垂听我们的祷告，透过今天的经文再次教导我们，让我们成为现代的利未人，让我们成为在桃园市当中被呼召的一群分别为圣的利未人，让我们成为迦南教会的祝福，让我们成为这世代国家社会的祝福。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再次用诗歌来回应神的爱。为难领导我心靠你，深知你必领我度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
真神，我敬拜你。是的，主，我们要在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仰望你来到我们的面前，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要这个时刻要谦卑在你面前来祷告，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所仰望的。主，请求你这个时刻能够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接着要为教会来祷告，要为社教59周年户外的礼拜，即将在10月13号，我们要来举办。目前一共有570人报名参加。我们求主帮助各项的分工以及行程的安排能够一切顺利，也充满美好的见证。特别我们有邀请很多的慕道友，在这个特别的盛会当中一起来参与，所以我们也要为这些慕道友来祷告。第二，要为了10月6日我们长职选举来代祷。目前我们有19名被推荐的兄姐愿意承接执事的使命，我们求主来带领每一位被推荐的兄姐呢，都能够成为上帝所重用的精兵。第三，我们要为了本周6开始的这个 A1 的初信造就的课程来代祷，我们要求神来充满恩典，来充满我们的牧师，以及我们更多的长职跟区长、小组长，能够率先来接受装备，能够踊跃来参与，并且能够帮助更多的兄姐在真理上能够得到灵命的造就跟成长。这个时刻，我邀请我们所有的兄姐，我们一起同心开口，为这3项事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们为了迦南教会来祷告。主，谢谢你让我们站立在这地，成为真理的光和盐。主要求你来帮助我们这个10月6号的户外礼拜的也为各样的筹备，各样的570个人报名参加。主，你来帮助这一切的行程上头安排的方式，你来充满圣灵与我们同在，成为那美好的见证。为了10月6号的长职选举，还有理监事会的选举，分别为圣，主啊，像利未人一样来服侍你，主啊，我们也为着参加会的初信造就课程，感谢你，你这所在来设立迦南教会已经59年，主啊，献上感谢。明年要迈进到60年一假期的时间，主，若不是你的恩典，这教会无法度伫遮设立，主啊，献上感谢。爸上帝，阮若要因为安尼来庆祝社教59周年，阮今年有一安排，要去真理大学有一个户外的礼拜。阮恳求上帝圣神，你来赏赐家庭所有的筹备同工，有智慧有聪明，会当将所有行程大大小小的细节，拢会当考虑好势，或者每一个参加的兄姐伫中间会当真顺利、真好势。求主圣神来压查保护，所有出入这些参与的兄姐拢会当平安。伫中间也有真济慕道友，求上帝圣神以有拍开因的心，来互因会当感受到主你的恩典听痛。因为这边是阮久以来第一遍来遮尔啊大的活动，总共有570人要来报名参加。恳求圣神你来加添。阮每一位同工开力，所有的筹备拢会当顺利完成，会当将这个事工一切拢顺利完成，成做就是一个真好真水的见证来荣光主圣名。主上帝，我也感谢你，伫10月7日中职的选举，目前已经有19位的兄姐，因愿意互主来使用，因愿意来为主来做工。恳求主圣神，你来保守带领。每一位愿意互主来用的兄姐，成做主你所欢喜的器具，伫各所在，拢会当荣光主你的名，会当为主你来做好的见证。求上帝圣神保守10月7日的选举，对头到尾拢顺利来完成。主上帝，我献上感谢。久伫这个教会无安尼系统的造就装备的课程，这个拜六要开始A1的初信造就课程。主，阮感谢你，求上帝圣神你来鼓励
带领所有的长职、区长、小组长，都有当做头，会当带头，正做兄弟的模范，会当而且来受装备，会当正做更加侪，互更加侪兄弟有好的帮衬。灵命顶面会当得到造就，我要困上帝圣神，你来想事但牧师加添开来甲智慧，伫个即个课程中间，透过有系统的教导造就，互阮每一位所听的所参与的兄弟同工，拢平平得到利益。愿感谢你，安尼祈祷，恳求奉告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接着我们要为我们教会的肢体来祷告。我们首先为了成人牧区，我们看到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兄姐真的是需要神来带领，来怜悯。特别在11组的这个吴佳云姐妹我们在上周得知，她因病蒙主恩召，那她有一个儿子现在是大学生，我们求主来看顾保守，这个吴佳云姐妹的丧葬事宜能够平安顺利，也愿主安慰的灵跟与遗族同在，特别跟这位子涵同在，求主能够来保守他未来的道路，特别我们也要为这个子涵来祷告，让他能够回来到我们教会当中。好。第二，我们要为了第5组红影子姐妹就是县政长老娘今天我们得知她感冒发烧不退，那送到台大医院去治疗，而且她有肺炎感染的这个问题，目前隔离中。我们求主来怜悯看顾这个长老娘呢，能够退烧，早日退烧，而且能够痊愈，她的身心灵能够得到神的保守，得到坚固。好，第3，我们要为了第2组的春梅姐妹因为肺积水住院已经长达1个月以上的时间我们要迫切为她祷告。目前还在等待详细的检查结果，决定下阶段的这个医治方式。求主来保守看顾，赐智慧给这些医师，能够决定合适的治疗方式，也能够让这个春梅姐能够得着医治，早日恢复健康。好，第4，我们要为了第3组信主兄他的视网膜剥离开刀。第17组的素珠姐妹，她的先生李文台弟兄，他的鼻窦炎的手术来代祷，求主来保守在手术后复原，一切能够良好。首先，我们就为了这4个人这个成人牧区。好，我来补充一件就是刚才有打电话。是这个翁吕红昭的女儿，打电话说，请我们在祷告会当中参与的弟兄姐妹，为她的妈妈继续为她来祷告，因为她现在一样在医院当中，是因为之前是这个中风，现在是插鼻胃管还有尿管，还有她四肢也无力，肺部要抽痰所以意识上面还不是非常的清楚所以也请弟兄姐妹能够继续为翁吕红昭姐妹为她来祷告。现在是80多岁求上帝看顾保守。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为这几位弟兄姐妹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为佳云她蒙主恩召，上帝你让她能够安息主怀。虽然她很年轻，只有50岁，主啊，但是上帝你知道她一生所走的路。主啊，我们特别为她唯一的儿子子涵来祷告，带领子涵在20岁的时候他要自己一个人来走接下来的人生。主啊，以及他现在的学习，还要处理妈妈的后事还有丧葬各样的事宜，求上帝带领保守，也坚定子涵的信心。主啊，让他能够回到上帝面前来，再次来寻求主，愿上帝你同在帮助带领他。主啊，为县政长老娘英子姐来祷告。主啊，求上帝你也甲回避这3个弟弟，管领伊伫台大病院，伊会才会治疗，才会看顾一切拢当真顺遂。有上帝你来看顾保守伊，互会当恢复正常甲健康。主啊，也当早一日来出院。主也为着春美姐来祈祷，求上
上帝甲春美姐三个弟弟，互春美姐伊伫病院中间伊甲倒来伫厝诶来所做这检查所看的这报告，拢会当有好的消息，由上帝你来掌管，就无用阮这歹物来搅扰伫伊心中，会当得到健康，得到透棒，为着信徒兄来祈祷，互伊的目睭，互伫这个视网膜剥离的治疗的中间，就看顾伊出入平安，也互伊当早日来恢复，也当通过医生这所使用的治疗，会当对伊带来利益甲帮助，甲文台弟兄伊所做这个鼻窦炎的手术，甲顶2礼拜前的车祸，一切拢会当真顺遂平安。主啊，也继续为着往旅红枣节，主啊，伊要伫家好病房，主啊，加伊的这个鼻胃管，甲爱做肺部的抽痰，甲身体欠安，身躯亚烂。主啊，愿你的神，主啊，所有保护来抓伫这个红枣节红枣节的心上，也特别甲伊的查某囝，甲伊的全家三个弟弟，主啊，互因继续仰望上帝，愿上帝怜悯，也看顾阮众兄弟姊妹，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天在各个地方的出入，主啊，都求主看顾，以及我们身体遭遇软弱病痛，或是身心灵欠安，遭遇烦恼忧闷，主啊，都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来依靠你，借着你的话，你的灵，让我们得着自由，得到释放，能够得到更新，生命能够得着恢复，来荣耀你。献上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接着我们要为青年牧区来祷告。好，首先在9月14日的牧区的定期会，我们求主帮助，让各组的同工有好的协调，在事情上面的沟通能够有共识，也对同工能够彼此来看重。第二，为了筹备报名退休会期间，求主帮助，让同工有主动愿意的心，积极沟通，有良好的互动。下一页。另外就是儿童牧区的部分，我们再次为着神所托付给儿童牧区的这些孩子们，我们感谢主，求主来帮助，让儿童牧区同工老师能够满有从神来的智慧跟爱，来牧养阿嘎北的这些小羊，教导孩子们来认识神，与神建立好的关系。那第二，也为了小6的学生这位小轩，他能够跟导师有好的关系来祷告，求主来帮助小轩，他有稳定的情绪，帮助导师有智慧来引导这位孩子跟同学之间的互动，有稳定的学习情绪。我们接着为着这个青年牧区还有儿童牧区，我们开口同声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们求神赐福在青年牧区的当中，让我们每一组的同工在如此有能力的服侍的恩膏之下，主，让我们更多的来亲近神，让我们更多的来对准神你所给我们的呼召，来一起建造是迦南教会，让我们能够在每一个人的服侍当中来被牧养、被看重，让他们能够有属灵的同伴，让他们能够学习吃神的话，让他们能够每日借着祷告来寻求亲近主的面，主啊，让他们不遇见试探，主啊，让他们不遭遇诱惑，主啊，让他们能够同那信心祷告主的同伴一起来寻求主，主啊，也祝福我们的孩子下一代，主啊，不受到这个3C网络或是电玩的捆绑，主啊，让他们能够得着自由，让他们在情绪品格上面，主啊，都能够来学像耶稣基督，主啊，都能够让他们生命能够来定睛仰望你，求主从在垂听。爱我们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设立我们的青年牧区，在教会能够继续来带领、来引导更多的青年，在他们年轻的时候能够来认识主。也求神你来带领我们的青年，在9月14号的定期会，有主你的恩典赐福在所有的同工当中，让他们有好的协调，所决定的事工都能够合神的心意，为的是要来传扬主你的福音，为的是要扩展神你福音的境界。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的青年，在整个退休会的期间，也能够有同工愿意接受神你的呼召，成为主你的同工，也愿意摆上自己为主所用。我们要求神来带领我们的青年，
也能够让更多的孩子愿意来到教会来亲近主你。主，我们要为了儿童牧区在这些孩子的身上能够满有神你的恩典与他们同在，特别来看顾带领我们所有的这些同工老师们，能够有神的智慧跟爱心，用神你的真理来教导这些孩子们，让孩子他的智慧跟身量日日得到神你的赐福，都得到增长。主，我们也请求你来看顾我们儿童牧区里面的一位小轩，求主你让他跟导师之间，跟他们的同学同才之间，都能够有好的互动。主，你恩典满满在他的身上，让我们的儿童牧区，我们所有的同工老师们，也都有神你的带领，有神你亲自的命定跟呼召，也愿意摆上自己，成为神你恩典的器皿。我们要将我们教会当中的成人牧区、青年牧区、儿童牧区都交托在神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带领保守。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阿们。我们这个时刻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因为主耶稣他说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阿们。我们要常常这样来宣告，我们要靠主来得胜。我能胜过这世界，因有耶稣在我心。黑暗权势已破碎，因耶稣基督宝血。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唱。我能胜过这世界，因有耶稣在我心。黑暗权势已破碎，因耶稣基督宝血。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举起我们的手一起来，哈利路亚！高举主的圣经旗，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兴起主的能教会，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再一起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高举主的圣经旗，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兴起主的能教会，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为主发光，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我们排长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排长把荣耀来归给爱我们的耶稣，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耶稣。亲爱的天父上帝，我很感谢你，让我今日暗时会当搁一摆有一点钟的时间，会当伫这个所在做伙组织来敬拜，来读上帝你的话，也通过上帝你的教导，让我搁一摆照上帝你所爱，向主你来祈祷。主啊，无论阮人伫什么款的所在，也是拄着什么款的环境，也是拄着什么款的病痛艰苦，也是软弱，总是知影阮的软弱伫上帝你看，上帝你互阮的软弱真做是刚强，互阮的欠缺真做是不安。伫耶稣基督的内面，阮当真做是新创造的人。愿主耶稣你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在每一天的生活、言行举止、出入当中，都能够经历上帝你格外的恩典。愿主你的旨意伫正伫对你，亲像伫天里。这个时阵，我们要做伙用主所教示阮的主祷文，我们同心同声随声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对你，亲像伫天里。
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因根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用普话声将一切因根归乎上帝。哈利路亚。让互相来亲安，彼此来祝福。好，愿神祝福大家。好，也祝福在现场、线上参加祷告，还有看重播的弟兄姐妹。晚上得就好令。好，也请大家帮忙，好，把我们的座位能够恢复。